3900蚊唔使1500蚊，1500蚊唔使，1000蚊，1000蚊都唔使。一個叫做黑蘭花生命精華，好掂咧，佢係法國製造，其實佢真係法國貴婦級嘅。而家譬如用咗日韓一段時間咧，我都會換一啲歐洲嘅乳脂係啦。咁佢呢一個咧，佢真係 made in France，自我真係冇化妝，你咩都唔知。但係咧，佢係真係令到咧成個下頜線咧係緊緻提拉，同埋咧佢係會令到咧除咗有緊緻提拉嘅效果之外咧，做到啦提升輪廓啦、提拉緊緻啦，同埋美白嘅。蘭花嘅萃取精華，女性雜誌啦，都係連續唔知5年定7年都係銷量 No.1，一盒裏邊已經有2支，佢咧就係話佢嘅分子好細，所以咧係一推咧係好快咁樣樣咧，俾皮膚吸收咯嘅深度嘅問題，例如抗氧化啦，令到你瞬間可以美白咧，嗰啲咧都好有功效㗎。其實佢可以咧減低咗嗰個黑色素嘅形成咯，有黃金啦、黃金精華啦、黑蘭花精華，仲有咧就係佢有珍珠同埋白藜蘆醇，全部一啲係好珍貴嘅原料嚟㗎。咁咧。因為佢延展性好好㗎，咁一小滴就得啦。原來係好爽身，一啲都唔辣㗎。同埋你用完喺底之後咧，因為佢可以幫你咧個皮膚通道咧打開咗，令到你後續嘅護膚品咧吸收得更加好。一盒裏邊咧已經有兩支15ml嘅，加埋30ml，但買1送1咧係2盒啊！如果你官網賣緊一盒係1980，2盒係要3980蚊。我哋而家3980蚊唔使，1500蚊，1500蚊唔使，1000蚊，1000蚊都唔使，係798蚊，買1盒送1盒。海洋再生微量精華係啦，呢個你要當佢係一個叫做又係NARX 大品牌嘅一個平替，都係買1盒送1盒。官網賣緊1880蚊1盒，2盒咧係3760蚊。而家我見到一盒都係3位數嘅。而家1盒係798，但係今日直播價買1盒送1盒，係到手2盒啊！呢個係零重金屬。係啊，放心啊，零重金屬啦，呢個咧嗱佢零防腐劑㗎。係啦，呢個係啦，譬如NARX嗰個品牌都係用一個深海嘅海藻，一啲海洋嘅海藻咧去萃取去提煉成，所以咧我話佢呢一個咧係真係佢哋嘅平替咯，收活翻你個細胞咧，防止咧去預防老化咧同埋淡化幼紋咯，令到你自己咧亮白保濕咧，同埋咧佢咧可以令到你個皮膚嘅抵抗力咧係會增加，因為咧佢可以令到激活翻你個細胞。逆齡女嘅。係啊，晚用1支，唔係1支係用晒，我基本上1支係分3日咁。晚用咧，用完之後咧，第2日咧，你會發現到你個皮膚真係咧係通脹咗咧，亮澤咗咧，同埋咧你係成塊面咧係好 bling 㗎，係啊，好似我咁樣啦。朝頭早我用呢一個，夜晚呢一個會用呢一個。仲有咧，如果你有皮膚敏感咧，你泛紅咧，因為佢有個海藻萃取咧，佢係可以即刻舒緩到你嘅敏感啦。我分3晚用，其實好足夠㗎啦，我份啦。咁啊攞出嚟啦，跟住滴落嚟呢個8% 海藻精華，無加1滴水咯。301啊，預指精華呢個預指精華面霜係啦，呢個咧官網係賣緊，你知唔知啊？1680。如果2盒咧係賣緊3360。而家又係買1送1，係798買1送1。外邊睇就係幫你嘅皮膚打開通道，令到嗰啲養分佢嘅成分更加容易俾皮膚去吸收咯。佢呢一個對於佢逆齡抗老咧係做得咧係特別好啦。仲要有23K 黃金，同埋有活性肽，令到咧個皮膚都係瞬間幫你好似通脹晒啦，注滿咗膠原咁樣啦，好靚啊！呢一個係好靚啦，好適合我哋呢啲35歲以上嘅女士。大家睇下呢一個啦，唔使好多嘅，你睇下幾易推啊！都有佢嘅眼霜啦，唔該。嗱，眼咧用嘅時候咧好簡單，見唔見到啊？呢個係 Magic Eye，用完之後有 Magic 預指精華、愛鼻體、24K 黃金，亦都有膠原性肽等等啦。呢個佢可以激活到你嘅眼部嘅係啦。咁咧你用咗一段時間咧，你眼咧啲淚溝啊、紋咧係通脹咗，同埋眼紋咧係冇咧。個眼紋咧，我真係咧用完之後個眼紋都冇咗，因為就個愛鼻體入咗個皮膚，即係好似有咁樣嘛。眼部有淚溝嘅，要填充，佢哋就會自我去填充、自我去修復。咦，有紋喎，有紋喎，有黑眼圈啊，佢哋都會去工作翻膜，係啦。呢個面膜咧都係買1送1喎，都係面膜入邊有5包海洋再生面膜。係啦，嗱，原價喺官網啦，或者喺 shop 度買係880蚊1盒，咧係1760蚊。呢一個咧搣開佢咧，其實係粉狀嚟嘅，係啦，水唔多，大概可能2至3茶匙嘅水倒落去啦。跟住咧之後佢有呢個嘢咧，咁就攪勻佢，跟住之後就直接搽就 OK 㗎啦。大概咧15分鐘度咧，咁佢乾㗎嘛，你撕咗佢，跟住再用水沖就 OK 㗎啦。有膠原蛋白啦，係咪？亦都有氨基酸啦、大馬士革玫瑰啦，同埋玫瑰精華啦，同埋鼠體蛋白嘅。佢咧有咩好處咧？鎖水保濕呢啲就梗㗎啦，逆齡抗衰老啦，同埋最好就係佢可以真係令你皮膚緊緻。488蚊，喂，仲抵1送1呢一個買滿1500蚊，咁咧我哋就會送一個眼霜俾你嘅。不過咧，我哋咧送俾你咧，因為咧品牌嗰邊送俾你蝕本俾你，所以咧個盒咧係簡裝盒嚟嘅。如果買滿3000蚊咧，就送乜嘢嘢咧？個3片頭先嗰個面膜，你諗下呢個5片都要488蚊啦，係咪？買1送1都200幾蚊，呢個就會送多3片俾你，再加埋3支呢個眼精華，眼精華就係搽完精華再搽眼霜，係啦，3000蚊就會有3片俾你，係啦。